講開英國 DCS 咧，就不得不提佢哋最新面世嘅 Ring-Dead Apex 數模切換系統啦。原先爽方咧只係將呢項得來不易嘅獨門升級技術落實喺 Vivaldi 解碼器啦、Vivaldi One SACD CD 播放機、Rossini Player CD 播放機同埋 Rossini DAC 串流解碼器身上嘅。其後廠方就為咗迎合世界各地 DCS 鐵粉們嘅熱烈訴求，就將 Ring-Dead Apex 技術下放到巴托系列身上啦。承襲 DCS 一貫無妥協精湛組裝工藝，面板線條簡約嘅巴托 Apex 串流解碼器，其中一個主打強項就係質量同上級型號完全一樣，整體表現極為突出嘅 Ring-Dead Apex 數模切換系統，將 DCS 引以為傲 R2R 工造架構嘅精髓全面釋放出嚟。除咗 Ring-Dead Apex 數模切換系統之外咧，巴托 Apex 所配備嘅接駁界面亦同樣多元化。佢嘅機背設有同軸、BNC、光纖、AES 同埋 USB 輸入。咁至於串流界面咧，就可以支援最高24384 PCM 同埋 DSD128 規格嘅檔案，亦同時對應 Tidal、Qobuz、Spotify、Moon， 仲可以解讀 MQA 編碼。佢亦都配備咗 Vivaldi 系列嘅雙時鐘鎖定技術，方便用家隨時加配體積較細嘅 Linear Clock 或者 Rossini Clock， 再配合兩條相同質量嘅 BNC 數碼線，就可以全面提升巴托 Apex 嘅音效表現啦。順帶一提，巴托 Apex 嘅 RCA 同埋 XLR 模擬輸出組咧，係可以作固定或者可變方式嘅切換，無論配搭合併擴音機、前級定係有源喇叭，都可以盡展所長。如果大家對 DCS 巴托 Apex 有興趣，歡迎致電 Hi-Fi Gallery 影音科技查詢。多謝大家支持，下次見。